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將會深入探討一個劃時代嘅投資組合策略，佢嘅名稱就係 I 驅動適應策略，培育韌性未來。呢個組合並唔係普通嘅股票堆砌，而係經過精心佈局，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嘅強大動力，喺變幻莫測嘅市場中尋求穩健增長同埋長遠嘅韌性。我哋將會分析10間極具潛力嘅公司，佢哋喺各自嘅領域都係佼佼者，而且互相之間有住強大嘅協同效應。請大家留意，我哋第10隻股票係成個組合嘅核心亮點，佢嘅表現同埋獨特價值將會為大家揭示呢個策略嘅真正威力，所以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節目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俾個 like 同分享今日內容啊！多謝大家支持。喺現今快速變化嘅全球市場中，傳統嘅投資方法可能難以應對。我哋嘅 I 驅動適應策略，就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而生。呢個組合唔單止考慮單一公司嘅表現，更注重佢哋點樣互相協同，共同應對市場挑戰。通過策略性地佈局喺人工智能相關嘅不同行業，我哋旨在打造一個能夠自我調整、持續增長，而且具備強大抗風險能力嘅未來型投資組合。呢個策略嘅核心就係將各行各業嘅創新力量匯聚一齊，共同推動整個生態系統向前發展。首先，我哋嘅第一隻股票係 TechGen Innovations， 代號 TGI。呢間公司係人工智能軟件同解決方案嘅領導者，為全球企業提供尖端嘅 AI 平台。佢哋嘅收入增長高達25%，顯示出強勁嘅市場需求。TechGen 嘅創新分數達到9%，憑藉其獨家算法，喺企業 AI 市場佔有15%嘅龍頭份額。佢哋嘅技術係我哋整個投資組合嘅基石，為其他公司嘅 AI 應用提供強大嘅底層支持。投資 TechGen 就係投資 AI 嘅未來核心。第二隻股票係 Quantum Biopharma， 簡稱 QBP。呢間生物科技公司喺基因組學同個性化醫療領域取得重大突破，每年將高達20%嘅收入投入研發。佢哋目前有3種藥物進入咗第3期臨床試驗，有望治療癌症同罕見疾病。QBP 嘅收入增長達18%，展現出強勁嘅增長潛力。佢哋利用人工智能加速藥物發現，呢就係同 TechGen Innovations 嘅協同效益，將科技嘅力量融入生命科學，為人類健康帶來新希望。第三隻股票 EcoFuture Energy，EFE， 呢間公司係可持續能源領域嘅先鋒，致力於太陽能、風能同水力發電項目。佢哋嘅能源產能每年增長30%，為全球提供清潔能源。EFE 喺環境、社會同管治 (ESG) 方面獲得 A+ 號評級，係行業嘅典範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哋利用先進嘅人工智能技術優化電網管理，將效率提高咗10%到15%，確保能源穩定供應。呢個就係 AI 科技同可持續發展嘅完美結合。第四隻股票係 Neuronet Logistics， 代號 NNL。呢間公司正在徹底改變全球供應鏈嘅運作方式。佢哋嘅 AI 驅動解決方案，令物流效率提升咗12%。佢哋嘅收入每年增長20%，市場覆蓋全球。想像一下，將 TechGen Innovations 嘅 AI 技術應用到 EcoFuture Energy 嘅可再生能源設備運輸，或者 Quantum Biopharma 嘅藥物配送，呢種協同效應可以大大降低成本，提高準時性，為整個經濟體注入更強嘅活力。NNL 就係連接呢啲創新嘅智能脈絡。第五隻股票係 Cyber Secure Solutions， 簡稱 CSS。喺數碼時代，網絡安全比任何時候都重要。CSS 利用人工智能提供頂尖嘅網絡防護。佢哋嘅威脅檢測率高達99.8%，遠超行業平均水平。
公司嘅訂閱收入每年增長22%，而高達50倍嘅市盈率反映咗市場對佢未來增長嘅高度期待。試諗下 ，TechGen 嘅 AI 平台、Quantum Bio 嘅醫療數據、NeuroNet 嘅物流系統，都需要 CSS 提供強大嘅安全保障。佢哋係整個組合嘅無形盾牌，確保所有創新都能安全運行。第6隻股票係 Visionary Robotics， 代號 VRO。佢哋係先進機械人同自動化領域嘅佼佼者，設計同製造最尖端嘅機械人系統，為工業帶來革命性嘅變革。VRO 嘅解決方案能將生產效率提高15%。佢哋嘅訂單積壓量增長35%，證明市場對智能製造嘅強勁需求。同時收入每年增長18%。想像一下，佢哋嘅 AI 機械人可以用於 Eco Future Energy 嘅組裝，或者 Quantum Biopharma 嘅精準實驗室操作。VRO 將 TechGen Innovations 嘅 AI 智慧轉化為實際嘅物理生產力。第7隻股票係 Dataflow Analytics， 簡稱 DFA。喺人工智能時代，數據係新嘅石油。DFA 喺大數據同 AI 分析領域表現卓越。佢哋嘅數據處理速度比行業平均快10倍，能提供實時嘅深度洞察。公司客戶保留率高達95%，收入每年增長28%，反映咗市場對數據驅動決策嘅迫切需求。DFA 可以為 TechGen 嘅 AI 模型提供更精準嘅訓練數據，為 Quantum Bio 嘅藥物研發提供關鍵數據分析，確保我哋整個投資組合嘅決策都係基於最全面、最實時嘅資訊。第8隻股票係 Global Connect Telecom， 簡稱 GCT。喺萬物互聯嘅時代，高速穩定嘅網絡連接至關重要。GCT 係 5G 基礎設施同連接服務嘅龍頭，佢哋嘅網絡覆蓋全球98%嘅主要城市。5G 用戶數量每年增長30%。28倍嘅市盈率顯示佢係一個有吸引力嘅估值。GCT 提供嘅強大網絡，係 TechGen 嘅 AI 平台、NeuroNet 嘅智能物流，同埋所有數據密集型應用嘅生命線，確保數據能夠暢通無阻地流動，為整個 AI 生態系統提供堅實嘅基礎。第9隻股票係 InnovateX Materials， 簡稱 XM。呢間公司係尖端材料領域嘅領導者，每年平均申請15項新專利，其40%嘅收入來自新產品。公司收入每年增長16%。佢哋開發嘅材料，例如用於高性能 AI 芯片嘅新型半導體基板，或者用於精密機械人嘅輕質高強度合金，都係 TechGen 同 Visionary Robotics 等公司實現技術突破不可或缺嘅關鍵。IXM 就係為未來科技提供基礎材料嘅無名英雄。最後，亦都係我哋今次投資組合中最重要嘅一隻股票 FinGenAI， 簡稱 FGA。呢間公司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金融科技，每年透過 AI 管理嘅資產規模增長高達35%，並且能夠將投資風險降低20%，顯著提升整個投資組合嘅韌性。高達60倍嘅市盈率證明市場對其未來增長潛力充滿信心。FinGenAI 唔單止利用 TechGen 嘅 AI 技術進行市場預測，仲能為 QBP、FA 等公司提供精準嘅財務分析同風險評估。佢係我哋 AI 驅動適應策略嘅核心驅動力，將所有創新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務價值，係真正實現韌性增長嘅關鍵。當然，任何投資都存在風險。我哋呢個 AI 驅動適應策略投資組合雖然經過精心設計，但仍然會面對市場波動、行業競爭以及科技快速發展帶來嘅挑戰。例如，新技術嘅出現可能會顛覆現有市場，或者宏觀經濟變化都可能影響公司表現。我哋鼓勵大家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都要做好充分嘅研究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每一隻股票嘅詳細分析，包括更全面嘅風險評估，請查看影片說明中提供嘅獨立分析連結。感謝大家收睇，希望我哋嘅分享能為你帶來啟發。
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